后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，想要提悬着免疫力，有中医师来提供方法，讲会当家己做防疫的这个香包，家会当抗病毒细菌的7种的药材，有这个杏草、薄荷、紫苏啊等等7种，每一种拢来买1钱，包做一个香包，随身带伫个身边。医生讲，咱鼻孔的黏膜吸收药材发出来的芳气，会当来提升呼吸道的免疫力。重点是这一个香包开卡免25块，而且一袋会当使用将近半个月，足够好用。想要提升自己的免疫力，中医师分享呢，其实只要花不到25块就可以制作出这样的防疫香包，随身放在你的口袋里面，可以保护你的呼吸道健康。药材分别是杏草、薄荷、紫苏、茯香、白兰、松竹、荆芥，各1钱，放入米落地啊，迄才是经常看到中药袋内面就完成啊。艾叶跟这个薄荷呢，它可以对于抗菌方面会有一些效果。那这个佩兰跟这个紫苏呢，对于这个抗病毒呢，会有一些效果。那像苍术的话，那个跟这个藿香的话是调理身体的这个阳气。那想要放伫厝内，每种药材增加2钱的重量，放伫桌顶，让药材的香味自然挥发。去对我们身体的这个黏膜。这个刺激它有一些挥发油，注意可能也不能完全不通风。如果说完全不通风，也怕那个容器太过相遇。医师表示讲，防疫香包的原理其实甲精油同款，不过家己做防疫香包的优点，这药材是到处拢买得到，也阁比精油较省钱，而且一包会当用半个月，经济阁实惠。